是公司第几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7公司第几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淑君。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年代旅游富国岛的消费争议，总经理林大贵声明讲，伊无钱通赔，品保协会会协助消费者打官司。过来头一件利用网络平台用代票买抖音白来洗钱，金额超过1亿7千万，一对翁仔某被判刑。去年发射失败的日本运载火箭 H3，今仔搁再发射，成功进入预定的轨道，这做是日本23档来头一届成功发射的大型火箭。新闻一开始来看年代旅游，伫过年的时阵，人客去越南的富国岛，却无人接台。交通部观光署是要求停业3个月，嘛，互品保协会除名咯。年代旅游的总经理林大军今仔是声明表示讲，伊财务困难，无法度赔偿。观光署下晡开记者会表示，会搁再罚业者81万。品保协会批评业者的行为根本就是诈欺骗钱，会协助消费者来进行团体诉讼。年代旅游强调，到富国岛会当坐全世界上长跨海缆车，参观越南上大水族馆。也毋过春节期间，说好自家团员伫当地放放婚照，自生自灭。伊伫讲会负起责任的总经理林大军，再次刷发声明表示，因为财务困难，无法度对旅客负起赔偿甲出团责任。一颗老鼠屎坏的是一锅粥了。品保协会理事长张永成下昼伫记者会。批评林大军无一个承诺有做到，合理推断是咧调工诈欺，要协助所有权益受损的游客提出集体诉讼。蓄意要来诈欺，蓄意要来骗钱，他的银行户头啊是零了。我跟各位讲，前业务说定金一进来，立刻移走。观光署初步调查，确认年代旅游伫富国岛有集团，无依约定办好带日饭店餐食交通转接，有4大违规。处分新台币81万罚元。年代坦白讲做袂落去，那已经收还未出团的旅客1300万，也有出团回顾旅客损失，是啥物人要来赔呢？品保协会表示，会启动旅游保证保险理赔，这间公司保额有1000万，旅客也会当向发卡银行申请经济款处理，无够会代偿。初估的费用会在大概2000万左右上下。如果这2项的一个费用没有办法 cover， 那最后还有一个品保的一个代偿。品保协会表示，继续受理受损消费者的申诉案，下昼开始案件大量增加。台北市消保官也提醒，一定要伫30天内，也都是3月18进前提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内一对翁仔某伫网络平台非法帮人客洗钱赚手续费，这个消费者是用代票买抖音白，前后3档洗钱的金额有1亿7千万。一审以银行法先生红判7档半，太太红判4档的有期徒，专案会当去上诉。这嘛是全台湾头一件用抖音白洗钱判刑的案例。拍开 TikTok， 唔会当看影片，也会当伫直播开钱欠金币，就会当换做飞机礼物、送花、送跑车，甲直播主另类活动。他们可能也觉得，就是我讲的可能也很蛮准确的，所以他们会觉得蛮有感觉，然后就是送个礼物，他可以送礼，对，然后也可以提领去作为可能现金的部分。直播之间送礼物用来支持直播主，也会当变现金有收益。也毋过，过来出现头一件不法分子利用中国抖音代欠抖音被洗钱，互反伊判刑。拍关键字代码咨询，多达9下出现满满的信息。一对细汉的阿某都伫虾皮拍卖假造这类广告，实际提供汇兑业务，互需要换人民票的买家伫客色卖场落单付代票，依照双方约定汇率，连续兑换厂商替买家伫抖音口座拄达抖音币，也是伫微信、支付宝等电子钱包拄达点数。法院认定2个人将事两花地下汇兑，3日时间洗钱达到1.7亿，所抽的手续费不法获利也超过331万。抖音币可作为直播主的对价，虽非真实之法定货币，
但取得抖音币可换取人民币，是与一般正常新台币兑换人民币的过程无异。就算翁世辩讲只是正常代理收费，加后讲毋知头尾，也毋过合议电无采信，认定被告两个人的行为已经实质完成民众财产的异地移转，一审以银行法各判7年半加4年徒刑，专案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丰原高中一学生，亲像是受到老师的霸凌，去年2月自杀。虽然学校调查认定讲无霸凌的状况，也毋过学生的爸爸搁再承服。今仔公布调查结果，霸凌成立。学校2届的调查后，拢认定讲无霸凌。学生的爸爸是指控讲囡仔伫学校，互老师抄身躯、抄册包，前后4个月的时间。学校今仔召开教评会，认定讲3个人霸凌成立。经学务主任洪庭片一档，主任教官和教育局召开军训的教官人事评审会，决定讲撤职处分。另外一个校安人员已经离职了。再来看中段24档的中环公路台北线国关到德基路段，行政院张启定总长23.3公里长的修复计划哦，对规划到时间计共爱13档。交通部想要拼2037年通车，地方人士是真期待，也毋过哦，工作爱等13档是拖上久了。环保团体是认为，无应该伫地质敏感的所在继续开发。921大地动了后，中华公路台北线高关路段已经长期超过24年。行政院礼拜5通过福建可行性研究，这路段全长23.3公里，新增加9座桥、6座泵坑，总经费205.6亿，施工期8年，要拼2037年通车。大梨山的这些农产品它的输运更方便。另外，它还把东部秀林乡的太鲁阁国家公园把它的这个观光资源这个整合成一气所以对于东部的观光发展也非常的重要。当地代表指出，大家可等这条路，中环是当地人就医、就学、就业的重要道路，所生产的水果、茶米等等产值有40亿，嘛期待赶紧来通车，缩短运输时间。认为要等到2037年，实在伤久。因为前面已经24年，你后面还13年，这个确实是比较久。我们希望说，可以把那个时间再缩短。款团认为，中环这么长久以来拢无法度通车，就是因为地质测脚，即马无可能一时间变好。若要重新开发，烦恼恐惊会发生后一届灾难。规划很多新的路线，挖很多的隧道，那这些会不会造成了当地的地质更大的不稳定，埋下另外一次大崩塌的伏笔？占算贵一期，2050净零排放是政府重要的方向。中环福建的大工程会制造佮较侪碳排，鼓励佮较侪燃油车来行，无认为这是好，而且有经济效益的做法。但地方观光协会认为，这条路并不是专属第三人，是全国人民拢需要。政府有责任可以量早来通车。记者林俊梅、林志坚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缅甸的军政府发动政变已经3档，最近下令全面征兵，按算4月份，伫缅甸过年后1个月要来征调5000个人，少年人拢赶紧要出国。首都的泰国大使馆将有将近2000人排队要办签证。军政府要全面征兵的消息一出来，缅甸首都仰光的泰国大使馆申办签证人数为逐天南山不到100人，暴增到几千人。发新社记者10日去现场，伫大使馆门下口看到这么长的排列人，估算有1000到2000人。接受访问的育龄男女，伫安全的考虑之下，拢用假名，佮拍马赛克来假面。Sasa dong thua la rong a so yin long a dong ho wa တွေ့ပြပြီးတော့ဒါတကယ်ဟုတ်ရဲ့လားလိုက်ပြီးတော့ဟိုဒါကောလာဟာလာဖြစ်မှာဆိုလို့ဟိုကလိုက်မီဒီယာလိုက်မီနဲ့တော်တော်တွေ့ပြသွားတဲ့အနေထားမှာရှိတယ်ပြီးတော့အကုန်လုံးလဲကြောင်းညော်သွားကြတယ်ပေါ့လေညီမအပေါင်းရင်အကုန်လုံးလူငယ်တော်တော်များများပေါ့ဒီကတော့အားလုံးကြောင်းညော်သွားကြတဲ့အနေထားမှာရှိတယ်2021年1月7日发动政变，甘任民选领导人，成立国家领导委员会军方。最近甲亲民主武装抵抗力量的战役损失惨重，为扩大兵源，宣布人民兵役法。年岁18到35岁男性，甲18到27岁女性，拢要服役至少2年，总共会征召6万人。
4月免疫成年过后，每个月会定照5000人来培训，女性会排第第5批。မိလည်းရှိတယ်နောက်ပြီးတော့မိသားစုလည်းညီကိုမနမတွေလည်းရှိသေးတယ်ဆိုတော့သူတို့ပြန်ထောက်ပံ့မှုတွေကျွန်တော်အသားအကြီးဆုံးဖြစ်တဲ့အတွက်ကျွန်တော်လုပ်ဖို့ကျွန်တော်ကိုယ်ပိုင်စီးပွားရေးလုပ်ဖို့စဉ်းစားထားတယ်ဒါပေမဲ့အခုလိုဖြစ်တဲ့အချိန်မှာကျွန်တော်အရင်ကစီးပွားရေးပြတ်နေရတဲ့အချိန်မှာကျွန်တော်ဒီလိုဖြစ်မယ်ဆိုရင်အကုန်လုံးကတော်တော်တိုင်泰国大使馆特工在现场发4百个号码牌啊，在人济进行之后，有人半暝就在车路占位，有时一等就是3点钟。透早3点，安检的大门一开，人就出入。除了出口闪做兵以外，也有少年人赶紧去做会相，或者是赶紧结婚，甚至讲想要自残，来得到免做兵的资格。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来看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今仔伫罗里岛县的太空中心成功发射新一代的运载火箭 H3的2号机哦，这嘛是日本23年来头一届成功发射全新的大型火箭。いいですね、満点です。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XA 甲合作伙伴30档工业，伫运载火箭 H3 2号机成功发射，佮顺利进入目标轨道的新闻发布记者会，真欢喜的甲火箭模型合影。17早起9点22分，火箭伫罗里岛县经济岛太空中心升空，5分钟了后，第2支火箭的引擎成功到货，升关到目标轨道，佮将2粒真细粒的人造卫星送入轨道。H3 是用来取代金马主力火箭 HDA 的全新火箭，红看作是日本参与国际太空开发竞争的王牌。1号机去年3月因为火箭第2节引擎无法度导火，任务宣告失败，和 JXA 的专案团队受到真大压力。2号机的火箭也打满来自全国各地飞行前场写满加油信息的大作。JAXA は H3 ロケット試験機1号機打ち上げ失敗を受け、その原因究明に真摯に向き合い、対応策、再発防止、信頼性向上に全力を挙げて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した。这是日本23年来头一摆成功发射全新的大型火箭，任务成功的迄同时，地面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欢喜甲互相小揽，也有人欢喜甲哭出来。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过来消息来看，立法院的新会期20开始哦。行政长陈建仁今仔是去拜会立法院，向韩国瑜院长来表达希望做伙合作。陈建仁嘛拜会那立北3个党团，国民党党团的总调鲍坤基当面要求陈建仁20就要做好去立法院专案报告的准备。立法院长韩国瑜亲身迎接行政院长陈建仁，佮抱陈建仁的手斗阵行。立法院新会期20开议，陈建仁这次照惯例先拜会立法院长甲各党团。原本韩国瑜甲陈建仁会后会受访，却临时取消。不过陈建仁强调，甲韩国瑜互动真好。我们2院呢，希望能够携手合作，就福国利民的工作来继续加强。陈建仁率去拜会那立北3党团，各党团也各自提出建言甲愿望。今天陈院长来到立法院拜会各党团，主要是一个开工，也在开议前跟大家礼貌性的致意。所以很多的政策议题，我们如常都在加深、加广、加密的讨论当中。下去的今年谈判，很多的碳费、碳税现在也才刚要上路，但是跟国际的接轨其实相对，我认为目前为止是起步慢，然后进度不够。因为台中市春节进前抽验大肠国产猪肉片验出西布特罗，引起社会关心。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就当面要求陈建仁20要做好到立法院专案报告的准备。国民党团已经提出了8年实案总检讨的部分，相信在20号开议的当天，陈建仁陈院长希望你所属行政团队做好专案报告的准备。我行政院当然就尊重我们立法院做相关的这个决议。那实际上我们也很乐意来跟大家说明。希望赶紧调查清楚西布特罗的事件。韩国瑜会在19召集条亚太协商，就邀请陈建仁到立法院针对涉案议题进行专案报告的形式来讨论。立院开议进前，条亚议会已经在公行。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有民众发现，伫高雄捷运车厢内台语刻意的广播，若讲到轻轨这两字，拢用华语。虽然民众投诉了后，高雄捷运公司有用全台语来测试，也毋过落尾是认为讲台语讲做轻铁，惊民众会听无，又搁改讲华语。这款做法，学者佮无语团体是真不满，批评公部门实在是歹带头，嘛违反国家语言法定法的精神。根据行政院2020年的普查，高雄讲台语的人口有要到120万人，是全国唯一超过100万人的城市。台语学者无法度理解，高雄捷运公司竟然用惊人听无做理由，坚持轻铁两字的配音使用华语。环境的部分拢有这个复振的概念，啊，伫个语言嘛是应该爱有，而且咱即马嘛已经有法律，国家语言发展法咧，这个宣扬这个原则甲观念。所以政府不管是倒位的政府，就是咱各级的政府，其实拢应该爱有这个观念，而且嘛应该去实践。根据基法施行细则第2条，有要求交通主管机关爱伫大众运输、观光景点者用台语、客语等等的国家语言来播音和标示。无语团体批评用华语这款强势语言来取代是剥削弱势语言的主体性。无语家庭是认为新技术其实加讲加听，咱才有机会通形成共识。公部门而且是有带头作用，吼，你这个轻铁也好，你要讲轻型电车也好，也是你要讲轻便电车也好，这拢会当去讨论。无适合讲啊，因为是外来语言人误解，所以就用华语，安尼就失去咱语言的主体性。阮母语家庭来讲，比如讲家乐福，拢讲家乐福嘛，麦当劳就讲麦当劳，啊，可能确实即个社会较少人安尼讲，啊，但是你着大胆甲用啊，像伫咧阮厝里安尼讲就最顺畅诶，就大家拢听有。啊，你有一个人讲，过来第二个人对咧讲，共款，愈来愈侪人讲，就形成一个共识。专家学者和无语团体拢呼吁公部门，着爱加强语言平权的意识，尤其高雄是台语人口上侪的所在。学者认为，伫咧台语的保存、复振和创新，高雄拢有真重要的地位。望会当争取像轻铁这款较新的技术，互愈侪民众来了解。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来看宜兰头城外澳正时间雏影，当地天公庙今仔甲新尊放伫琼英榜顶头，带新尊去雏影来庆祝天公生。台东炮炸邯郸爷的元宵活动嘛已经热烈开始了。三尊神像放伫琼英榜顶面，并且伫下面做金纸，互神像踩较比赛。祭拜了后，赶到海边，由较敖琼英的人带神像琼英，祈求琼英的人甲渔民落水平安。头城外澳是琼英的好所在，主要祭拜玉皇大帝外澳庆天宫。每年正月初八，天公生前一天拢会举行祭会仪式。今日开始，甲以往无同，庙是请在地真后琼英的人，带请神像落海琼英，希望互少年人参加在地庙事的文化，达到传承的目的。平衡感要很好，我才会让他们去跟神明冲浪。是，技术要比较好。对，技术要比较好。邯郸爷汤北客穿红裤，徛伫桥顶面，四个炮啊一直放，伊也袂怕疼。元宵节即要到啊，台东炮炸邯郸爷元宵系列活动热烈开始咯。I've been here a long time. My grandparents live here. Really fun to see this. 台东元宵节上受注意的焦点就是炮炸邯郸爷活动，每年吸引几万名游客，亲身来体验炮炸震撼的威力，更加希望伫新的一年得到再起好运。记者综合报道。正月15就是元宵嘉义县的破主配天宫哦，有全台湾唯一清朝嘉庆皇帝允准会当比照皇宫举办的灯会等，嘛有200多档的历史咯。今年庙方布置大型的纸花甲灯光的设计，佮准备加载挂灯哦，是热闹滚滚，做伙来看卖。民众伫灯会头前来翕相，嘉义县破主配天宫为着要迎接15个元宵，除了布置挂灯，佮用灯会来增加庙前甲庙内的空间。后来拜拜民众拢感觉真水。今年的外面装扮的都很漂亮，所以觉得很漂亮。感觉就是讲安尼真有迄个古典美啦。感觉互人有一个过年的气氛。破主配天宫表示，艺术灯会是全台湾唯一皇帝允准举办的灯会节。今年用火做主体，佮配合灯光，互民众亲像射花园。这个艺术灯花是为嘉庆君的时阵所赏赐的王德禄，伊这个阿嫂，当初是灯会布置是咱北京的
京城御花园。所以讲，伊是以花做主体，然后当初是无电火，用咱的这蜡烛来甲显出这个御花园的漂亮甲景色。元宵来配天宫看灯花，这是家己县埔子特有的文化。庙方表示，现代人拢真爱翕相，灯花布置逐档拢用尽心思设计，嘛希望这个有211档历史的灯花会当继续伫埔子延续落去。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南市的市定民宿安定所处的王船节会伫3月底举办哦。最近做王船的师傅是无暝无日的赶工，王船总算完工咯。今仔嘛举行开工典礼，庙方是表示讲，今年是有史以来上大规模的一届造就，会伫新历的4月初7上王船。中信一交庙方人员当咧进行王船开工仪式，代表所处第一代天父真浩宫的南洋王船节正式起稿。这项文化对日本时代传到大，嘛互内政部评选做台湾宗教8景之一。详细看尊心，每一个图拢画甲真有路。这是彩绘师杜碧琪用2礼拜画画。南洋王船上重要爱有减色元素，有震刷辟邪意义。彩绘师讲，伊坚持用毛笔画，因为看起来会较活。就是用毛笔一笔一笔来勾了，用鉛笔来拍过，了他用毛笔，所以画灵，灵感一片一片安尼勾出来。毛笔有画落去有粗油，粗油的种展现伊个灵气。那王船是由制船师林永泰来制作，这摆船有36尺长，10.7尺宽。庙方表示，因这是3年一科，今年也是历史以来上大的一招。另外，庙方嘛头一摆得到大天顺手的稳准，美事3宝互民众保平安。按算上王东江限量送清5分。委员会特别求王爷，你既然来这已经万事完要回天庭，要等于你嘛掌握宝物互这县民，所以咧。王爷这4、3宝都是发财金，财神也到，钱源滚滚。王朝的建造护身符，水车、火车、王船的平安富水，会当互咱弘扬化吉。互做老爷当庇，这个王爷当庇佑万民的，这个国家平安的，社会安定的。开工典礼庙埕闹彩彩，叫土城鹅寮角宋江白河町来斗老吉。上王船会伫新历4月初7登场，在地信徒希望透过科技，通甲所有在地送走。庙方嘛毋望大家通来联捌王船的文化内涵。记者伫上台南采访报道。嘉义的大拿较早因为交通真利便，戏园旅社个地点嘛是真济、真闹热咯。也毋过时代变化，地方是愈来愈稀微。有在地少年人哦，因办讲座、市啊、甲表演，想要甲过去的繁华，搁再找回来。台记台青春咱的帮下暗7点半哦，特别带乡亲来看嘉义大拿新的活力。哦，这是以前的猪肉摊，很漂亮。侪侪民众会伫咧休困日去台湾各地市街庄仔头佚佗，各所在嘛有袂少在地人自愿来介绍故乡的特色。伫咧头前讲解讲明显，因为10月当前，就利用家己有闲的时间，亲像迄阵已经拍好20几档的万国戏院，当作是小旅行的基地。一个人我嘛带，3个人、10个人、100个人我嘛拢带安尼啦。所以就是安尼一直做。所以你看嘛，安尼切安尼算起来，我嘛。算起来嘛，过若清场咧。嘉义大拿地理交通利便，过去有真侪戏院、旅社、地点啊，娱乐事业该发展。因为时代演变，煞渐渐没落，在地人就以这个元素来做推广，互强要衰微的所在开始有新的刺激甲变化。老一辈的人可能拢想讲，啊，你少年人拢是咧创啥，啊，看拢无，啊，这做这敢有效？啊，毋过因拢毋知影讲，即摆时代在变。啊，就是阮爱去做，毋才会知影讲，这有效啊无效啊。为着要互一般人更较熟悉大拿，在地青年打造自媒体来行销宣传，地方的先辈嘛真支持，鼓励因而且生活定紧，发展事业。咱家着住伫遮，咱就知影这个所在无偌好啊，咱就知影这个所在问题足济啊。第二就甲你讲啊，无，你只要留落，你继续做，你就有机会。机会是爱家己创造。无共的世代有无共款的光景。少年人留落来做伙打拼，才有机会改变故乡。而望你我拢好，大拿才会好。记者吴定宇、林建如嘉义采访报道。明仔载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7度。
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26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 AM 新闻，小等者，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